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立法院国民党团昨暝伫面册发布一个影片，是内政部长徐国勇甲民进党的前评委赵应光同一道食饭的这个影片。国民党再度来质疑到徐国勇甲赵家爸仔囝的关系，这是徐国勇生气了，伊来澄清讲这是无正当的连结。伊讲伊有熟悉赵应光，但是赵应光的后生赵介佑，甲伊的年岁差遐尔啊多，伊哪有可能会熟悉呢？我不客气的讲，这种抹黑手法实在要不得。28秒影片，内政部长徐国勇边仔坐是前评委赵应光，国民党立委问伊讲，敢真正介无姓？我从来没有说我不认识赵应光，所以不要把我没讲过的话塞到我的嘴巴里，以后然后做不正当连结。哪一个人敢讲？说他跟人家合照的时候，先看人家的良民证。听出来，徐国勇真正生气啊！因为这几工来拢互人质疑，互人问几啊摆讲，甲赵家三代关系，这时阵伊有话要讲。意思我们内阁这么多的部长，他的孩子是谁？我认识吗？我也不认识。甲有关系，毋若这件尔，连续台北市警界为松山分局、北投分局，搁到叶家嘴的事件，拢同上警界形象。徐国勇拢被点名，认讲伊领处理，爱先卫生界线才清理现场。有什么好划界限？政治那么容易划界限吗？我是看到新闻稿以后，怎么会署长要求局长交手机？所以我也有打电话问一下署长说，你怎么叫他交手机？那署长有跟我解释，他是好意。您刚才市长都说他当时不知道您做了这样的决定。我已经都说明过。署长陈家钦针对甲部长有关系代志，拢无想要加讲。要过话无讲清楚是尊重，还是后改再搁讲？看这个办事，都因两个人心内上清楚。